来继续来看这民进党人事的新布局，将由新北市的前议员何柏文，甲前煤厂中心的主任王世豪来担任着民进党的副秘书长。王世豪嘛来证实了，将会接副秘书长的职务，将会继续来操盘着社群的宣传。刷落去520，赖清德会找谁做行政院长咧，嘛是大家讨论的焦点。谢谢。甲媒体拍招呼，昨暝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出席台北市感恩餐会，选后党务人事嘛有哪安排？有邀请我，就是能够来党部，然后接副秘的工作。亲自证实讲会接党部的新任务，除了前煤厂中心的主任王世豪伫网络社群的专长得到赖清德的看重，甲新北市前议员何柏文做副秘书长，甲目前兼代秘书长的副秘书长杨义山形成党中央新的铁三角。不管是中央跟地方的选举经验或辅选的经验，我想未来我会竭尽所能的发挥我的这个能力，那全力的希望能够协助赖总统、赖主席。就是在选举期间，我们就是主要是负责他的文宣跟社群，那应该就是还是持续会继续维运他的这个在社群上面的一些表现。说来520了后，行政院长人选嘛是一个焦点，尤其是伫游锡堃立法院长拼连任失败了后，政国会议不分区立委中无代表，徛伫派系平衡的角度来看，党内就声音认为讲，王义川应该会当进入国会，这才是合理的做法。另外，甲游锡堃同属派系政国会龙头，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嘛有真可能做行政院长。现在大家都开始讨论内阁的问题哈，只要有一点点风吹草动，大家就会开始揣测是不是有可能由谁组阁，或是由哪一位来担任这个行政院院长。那表示民进党的人才济济，而且每个人都可以承担这样的一个重责大任。未来面对朝小野大这个执政局面，到底是要考虑派系平衡，还是要开创新的局面？这外界真关心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